我得炫耀一下，我们的节目里面我有一个搭档叫树梢，然后他2个月前就是不小心这个脚这块骨折了，现在他来不了，我准备跟他视个频。对，可以。怎么样？看我穿上这衣服，挺帅啊！然后过2天就我跟他们在一起，在这边工作和训练了。每天早上起来之后，坐着车先兜上5公里的风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还会去山里面采菌子，还会那个上山去做饭。哎呀，我们去露营，哎，特别开心，特别好玩。羡慕吗？羡慕，我也想去。下次。这次也行，我要不然拄着拐去也行。不，拄着拐来的话，你就是那个被救援的对象了。下次。哇，哎呀，行了，挂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班长，口号咱班有吗？一个口号。对，现在想一个，现想啊，先想一个咱班的口号。没有准备，就是啊，口号有什么样的口号比较干净利落的那种？一般都4个字的。尖刀一般，地表最强。这个可以。这个口号我只能扯着嗓子喊。